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9章。苦袂得，我的头变做水源，我的目睭变做目屎的泉源。明日为着互人杀死的同胞哀哭，足希望伫旷野有客栈通住，互我通放杀我的同胞，离开因远远。因为因是一群惊淫陪伴的歹人，因的舌卷起来亲像弓，为着要讲白贼。因伫国内有权势，毋是靠真实，是靠诡诈。上主讲：我的子民恶上加恶，因毋捌我。恁逐个人着提防恁的厝边，连亲兄弟都毋通信任。兄弟仔拢伫讲白贼，厝边嘛伫造谣诽谤。因互相欺骗，无要讲真实。因训练喙齿讲白贼，拍拼做歹。因惯势讲白贼，毋承认我是因的上帝。上主安尼讲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我要锻炼我的子民，甲因磨练。若无安尼，我要安怎处理因？因的舌亲像毒箭，讲话诡诈。逐个人对厝边讲好听话，毋过心内要谋害因。因做这个事，我兼毋免办因。亲像即款民族，我兼毋免甲因报复。上主安尼宣告：我要为着山岭啼哭悲伤，为着旷野的草埔唱哀歌。因拢互火烧了了，无人行对遐去。牛羊的声无搁听着，白鸟甲野兽的影无搁看着。我要互耶路撒冷拍远，成做豺狼的兽；要互犹大的城镇变做荒埔，无搁有人住。啥人有够聪明，通了解即个事？上主通指示啥人，互伊解说？即个地是安怎毁坏、拍远，亲像旷野，无人对遐经过。上主讲：这是因为因放杀我赐予因的律法，无听趁我的话，毋实行我的律法。因固执照家己的意思做事，照因的祖先教因的去拜巴力。所以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宣布：我要互因食苦果、啉毒水。我要甲因流放去因甲因的祖先毋捌的列国，互因受追杀到完全消灭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恁着在死，去请遐个唱哀歌的妇人人来，去招遐个咬口的查甫人来。人民讲：因着赶紧来，甲咱唱哀歌，互咱目屎直直流，互咱的目屎飞袂离。听咧，世间传出哭声，阮竟然遮尔落魄，阮有够见笑。阮煞着放落即块土地，阮的厝煞互人拆毁。妇人人啊，着听上主的声，听趁伊的话，着教恁的查某囝哀哭，教恁的查某伴唱哀歌。死亡会对窗仔入来咱的堡垒，伫街路杀害咱的囡仔，伫广场杀死咱的少年人。上主命令我甲恁讲：人的身躯会倒伫野外，亲像粪扫，亲像收割的人落落来的麦穗，无人捡。上主讲：智慧的人毋通夸口家己的智慧，聪明的人毋通夸口伊的气力，
好业人毋通夸口伊诶财富。人若要夸口，着夸口伊捌我，承认我是上主。我爱伫世间是慈爱、公义甲公平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恁着注意，时日一个到，我要刑罚干焦肉体接受割礼的人，就是埃及人、犹太人、以东人、阿门人、摩押人，以及所有住伫旷野铁鬢边的人。这个民族拢无受割礼，以色列全体人民的心嘛无受割礼。